来看这咸水蜂仔炮活动正式起工啊！伫现场呢，要大台南囡仔先拼先来拍头阵。这是台南市教育局邀请31间学校的学生来展现因所学的传统技艺，若有传承文化，也有结合创意的，现场是闹热滚滚。 有囡仔跳电音三太子真有班，有传统跳古筝结合现代生活器具，真有家己的特色。佮有人西顶表演，增添现场闹起的气氛，真若像一场嘉年华。台南市教育局办大台南囡仔先拼先活动，隆重邀请31间学校来咸水武庙广场，展现因所学的功夫，嘛激发学生对本土民族技艺的兴趣。从2年级开始进去里面。 在学习的时候，其实遇到很多困难，但是后来都会慢慢的克服，很有成就感。祭跳完的时候，有表演狮子的翻滚狮跟狮头狮尾的交换，然后还有兵器的对打。不只是讲会当互囡仔有一个会当表现的机会，甲因普通时所学的这个传统艺术的文化的内涵，会当展现互咱所有民众看。啊，当然讲这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传承吼。活动以创新甲传承做主题，不论是民俗舞蹈、古术甲武术等，囡仔因拢展现对传统技艺的热情，嘛展现创意，替咸水蜂仔炮活动拍头阵。另外伫庙前规杆炮仔吊起来放，嘛代表咸水元宵活动正式登场。新桥嘛少年煞咧示警，分成5条路线，沿路嘛有祝福出来献炮求平安，请真侪民众先来感受这款刺激感。网痛机啊！为什么要报？看哪一种？祈求大家平安赚钱啊咧啊！在地人啊，然后因为习俗啊，对啊，每年都会来体验的，越炸越旺这样。活动为期2暝2日，会闹热到元宵暝。庙方讲要来参加体验的民众，定要爱做好防护措施，嘛强调大家千万唔通动炮，上少爱离炮声5公尺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